有冇試過開 OT 開到好夜，返到屋企個心仲掛住未完成嘅工作，搞到自己失眠同焦慮呢？呢啲都係生活失去平衡嘅信號。如果想預防 burnout，就要睇落去啦。大家好，又係我 Frankie 喺心照減壓站同大家分享靜觀減壓嘅小貼士啦。想有平衡嘅生活，首先要了解自己嘅狀況先。每日留5至10分鐘俾自己做下靜坐，或者記錄一下當日嘅情緒、想法同埋身體狀況，唔使一定要寫出嚟嘅，錄音啦、畫畫都可以。呢啲都係增加自我覺察同了解嘅方法。第二，要知道咩活動係滋養你、幫你叉到電嘅，咩活動又令自己勞累同埋 burn out 呢？多啲留意做唔同事情時候嘅情緒啊，再喺唔同嘅活動中間找一個平衡。咩活動令你精神抖抖嘅？聽音樂、做運動，簡單好似停低睇下花草樹木，都可能可以幫到你叉下電嘅噃。咩活動又令你勞累嘅呢？開會、洗車、玩手機、覆 WhatsApp email。雖然我哋未必可以完全唔做令自己勞累嘅事情啊，但係當你識得增加滋養嘅活動，又或者減低 burnout 嘅程度，生活就更加有力量㗎啦。幸福其實就係持續嘅小確幸。如果你想有系統咁樣學習靜觀嘅技巧，幫自己調節情緒，我哋會喺6月10號舉行一場免費嘅靜觀簡介會，到時會介紹一下由牛津靜觀基金設計嘅8星期生活中嘅靜觀課程。而家仲有早鳥優惠添，只要喺5月21號之前報名就可以減200蚊啦。想報名或者查詢可以去我哋嘅網站，或者直接 WhatsApp 我哋94613944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嘅，記住 like、share 同埋 follow 我哋啊！多謝支持。